各位嘉賓，大家好！非常之榮幸咧，為士律師行咧再次獲得資本雜誌頒發獎項。今次咧，我哋獲得呢一個跨境訴訟及專業綜合法律服務大獎呢，我哋要再次咧多謝我哋嘅客戶咧一直以來對我哋嘅信任。呢12年嚟呢，我哋一直專注本地啦、國內以至係國際客戶提供專業嘅一啲嘅法律嘅全面服務。我哋嘅團隊咧，由具備香港本地資格、國內資格以及係國外其他嘅唔同嘅地區嘅法律資格嘅律師專業團隊咧組成。喺跨境訴訟啦，以及係商業嘅企業合作、上市公司合規規管、監管，以至係商業爭議解決等等嘅領域咧，我哋都有豐富嘅經驗。我哋擅長咧處理涉及多個司法管轄區複雜嘅案件，結合我哋嘅法律專業知識同埋商業嘅實務策略思維，為我哋嘅客戶咧提供一站式嘅專業綜合法律嘅服務，致力為佢哋成為佢哋最好嘅合作嘅伙伴，以及係策略嘅伙伴。對於今次再次獲獎呢，亦都會成為我哋團隊嘅一個重要嘅動力，繼續深化我哋嘅專業嘅知識能力，為客戶咧提供更加精準、高效，亦都係全面嘅法律解決方案。同時咧，亦都要推動跨境嘅訴訟法律等等服務嘅發展。最後，我哋再次多謝資本雜誌團隊以及係客戶各方面對我哋嘅所有嘅支持，多謝大家。